其實喺呢個 DQ 名單排行榜中，你會發現並冇法律界人士，原因係佢哋清楚知道法律界線去到邊度，根本係唔使釋法，佢哋都會知道，所以佢哋唔會喺宣誓時做出任何行差踏錯嘅行為。但係佢哋喺隔籬多多聲批評護短，教唆他人違規犯法，真係非常可恥嘅行為。請你按法例定明嘅誓言字句重新書說。游蕙禎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一陣嘅立法會主席選舉。秘書長，我未完成。梁議員，請你返回座位。都話我未完成啦。I, Sixtus Leung Chung Hang, swear by the Almighty God that being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will uphold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ar allegiance to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本人劉小麗謹此承諾，本人由街頭進入議會，定必秉承雨傘運動命運自主精神。我謹此宣誓。公民抗命，無畏無懼，人民自主自決，無需中共批准。我要雙普選，梁振英下台。人大831決議，我要雙普選，撤銷人大831決議，撤銷人大831決議，我要雙普選，人民自主自決，無需中共批准。民主自決，暴政必亡。反對梁君彥做主席。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港人為大，香港萬歲。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權力歸於人民，暴政必亡，民主自決，抗爭到底。定當守護香港制度公義，爭取真普選，為香港可持續發展服務。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雨傘運動敗而不潰，繼續頑強 ，We are back。政府琴日發表咗呢份就立法會議員宣誓嘅聲明。議員宣誓係立法會嘅事務，立法會事務不容政府干預。我係香港人，我要真普選，拉布抗惡法，抗爭為民生。梁振英下台，撤回831，重啟政改。梁振英下台，水務處立即驗水，冇得拖。香港係香港人嘅主場，莫忘初衷。我要真普選，香港人加油！